我以前份工月薪淨係得3000蚊，日日朝9晚5死屎壞，日子平淡無味。普通人一世老老實實揾辛苦錢，大多冇大風大浪，但人生充滿意外，一朝運氣上身，足以幸福所有平淡。我第一次過澳門執場，完全唔識執術，懵懵懂懂就贏咗10萬蚊種，感覺無可替代，成個人輕飄飄，行路都虛浮，真切體會到乜嘢叫財氣爛身，順到離譜。有咗呢次輕鬆贏大錢嘅甜頭，人心自然淡斂水生。老話講淡字得個貧，的確半點不假。春節期間我拉埋死黨猴子再撞澳門，開始我哋第2次執場搏殺。猴子係我專屬愛好，佢身高體重相若，行路圓碌碌，成個肉球咁昂厚又搞笑。每晚11點執場人氣最旺嘅時候，我哋準時入場，好約定分頭落注，邊個先賺到100萬就會合收工。走場夜夜燈火通明，人聲鼎沸，看似編字黃金，實則步步欠整。我當晚同時玩百家樂同21點，一心諗住順勢撈一筆。而家諗翻轉頭，應該係冇去媽祖廟上香，成手運氣直接跌到谷底。當晚我啲運黑到貼地，百家樂多次叉牌被絕殺逆轉，21點頻頻俾人博出黑傑克，真係黑過墨汁。由深夜捱到凌晨5點，我原本30萬嘅本金，最後剩翻2000蚊籌碼。幾年積蓄一朝縮水，我怒火攻心，造性大發，索性沽注一啲將僅剩籌碼全數梳蝦頭爆爆子六。我當時盤算清楚，只有開出爆子六就能許盤。雖然牌率150倍，街率極低，但我走投無路，唯有搏奇蹟翻盤。但執場從來都唔係善堂莊，揸優勢高達30.09個百分點，普通人想靠呢個跑率翻盤根本唔現實，150倍奇蹟最終冇出現，失面開出平平無奇4點，鐵底斷咗我翻盤希望。短短一日，我幾年血汗積蓄，輸得一乾二淨。我心裏極度不甘，暗自較勁，一定要以身入局，升天半子，絕不低頭認栽。全場荷官同執客都專注台面周局，冇人留意輸到失魂落魄嘅。我心一橫，趁住場面混亂，悄悄伸手想攞翻台面剩餘嘅2000蚊籌碼，隻手先伸到半空，耳邊即刻傳來荷官嚴肅嘅呵斥：先生你做緊咩？我瞬間僵硬，以為當場穿幫，點知抬頭先見荷官目光鎖住格簾戴眼鏡嘅男執客，我火速縮手鬆咗口氣。對比之下，呢個眼鏡哥先係真正膽大，我只係想攞翻自己籌碼，佢竟然夠膽喺執場出千揾着數，趁眾人唔覺玩。鏡哥悄悄將籌碼由5分積分區移去4分高牌率區域，一旦得手就1排50。但場監控同安保從唔留嘢冇幾耐，佢嘅小動作就敗露，2米幾嘅黑人保安上前，好似捉小雞咁將佢拎走，場面震撼。我望住滿頂監控天眼，成身冷汗直冒，真心覺得周鋪。我當時腦子空白，束手無策，輕生係死路一條，借執場高利貸只會利搭利，生不如死。絕境之際，我先醒起自己唔係孤身一人，仲有兄弟猴子執到懵晒嘅，我居然大頭蝦咁將佢忘記得一乾二淨。我唯一嘅希望就係猴子運氣好過我，帶我翻身回本。我喺執場中場行咗2圈，四處張望都見唔到佢灰梧嘅身影，心裏不禁發涼，生怕佢比我更早崩盤離場。抱住最後希望，我行上2樓貴賓廳，一眼就見到猴子，佢精神抖落，神采飛揚，同我笨樣判若兩人。執客們紛紛圍住贏錢嘅佢度佢面前籌碼堆成小山，我拍咗下佢肩膀，佢毫無嫌棄，笑眯眯遞過幾枚籌碼俾我。阿國子，攞去使你成日咁大頭蝦，成日唔記得我。我數咗下，足足5萬蚊。我心裏五味雜陳，無奈吐槽：我明明係你福星，點解你係我災星？我揾咗張針台坐低玩對子，一鋪1萬，一心快速回本，奈何運氣依舊極差，幾鋪落嚟5萬籌碼全數輸清。我鬥志存，冇叫猴子一齊返酒店。佢話手氣正旺，要再玩一陣，我頂唔住眼瞓，唯有獨自返房倒頭大睡，一覺瞓到下午5點，睡意散盡，輸錢嘅悔恨同痛苦翻湧心。
投30萬本金付諸東流，我越諗越唔甘心，唯有硬住頭皮想去問猴子借錢翻本。我去到佢房門口敲門，等咗5分鐘，房門先至打開。喂，開門係一位歐美長腿女人，披住浴袍，濕住長髮，迷茫咁望住我。我冇理會佢疑惑目光，直接入房，先見到猴子攬住一位非洲籍女人，瞓得死豬一樣，鼾聲大作，我瞬間火滾到爆。我輸到走投無路，日日煎熬，佢就風流快活，贏錢享樂。我望見佢床頭上慢籌碼，一度想順手攞幾張安能心態，最後都忍住咗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偷雞摸狗嘅事，我絕對唔做。我靜靜退出房間，落飯汁場行逛，街邊好多性感女公關，不停對我暗送秋波，主動搭訕。我一向睇唔起呢類靠外貌揾錢嘅人，深知佢哋都係走投無路，先至好似商品一樣，任人挑選，拋頭露面。一念之間，我突然諗通，佢哋可以靠自身條件揾錢，我點解唔得？我自認樣貌出眾，身姿端正，白白浪費天資，實在暴殄天物。當時周圍冇其他單身男客，簡直係天時地利，係天跌落嚟嘅生計機會。我即刻折返酒店大堂，坐低靜靜觀察來往單身女客，細心東心選合適對象。身形雍柱太過矮小，年紀偏大嘅我通通唔滿意，一路挑剔不停。觀望大半個鐘，閱人無數之後，我先發覺自己十分可笑。我本係走投無路出嚟揾生計，係俾人挑選嘅一方，根本冇資格挑剔，實在唔知天高地厚。正當我心灰意冷之際，一位氣質絕佳嘅少婦行到前台，瞬間鎖住我目光。佢身材遠稱，風韻十足，穿戴名貴，氣場十足，完全契合我所有期待。我即刻尾隨佢上樓，記低房號，靜待時機。返房之後，我整理儀容，活絡筋骨，自言自語，笑住諗今晚可以翻盤揾錢。隨後撥通咗8012房間嘅專線電話。我溫柔詢問對方是否需要香薰分按摩服務，講明有常規同特殊服務包，對方滿意。佢遲疑10幾秒之後，淡淡叫我上房。我輕匆匆上樓推門，先明白距離產生美。眼前小婦比遠睇更加成熟濟爽，唯獨保養得宜，先唔顯老態。我一度心生退意，唔想委屈自己，一心諗住體面抽身。小婦細細打量我一番，滿臉滿意，眉眼帶笑，行到我身邊，手搭喺我胸肌上面，柔聲追問我有咩服務。我心界報價5000蚊，心裏諗住澳門普通技師都要3000，男仔服務呢個價錢絕對合理。小婦爽快應低，拉我入房傾偈。傾偈得知佢叫尤麗，福建人，長期喺廣州做生意，偶爾過澳門度兩手消遣，輸贏都唔大。麗姐話我樣貌氣質出眾，唔做公關實在可惜，細細摸住我塊面，令我十分閃嫁。忽然間佢沉聲叫我跪低。我當場愣住，估唔到佢玩法大膽，但為咗揾錢還債，我唯有乖乖聽話，跪喺佢面前幫佢按摩雙腳，氣氛越嚟越曖昧，一切順勢而成。半個鐘之後，我收到5000蚊酬勞，準備離開之際，麗姐拉住我上家中，我當時身心透支，極度攰累，實在頂唔順。佢叫我自己去佢袋度再攞1000，我覺得毫無尊嚴，斷然拒絕之後推門走人。攞住呢筆辛苦錢，我即刻折返執場換籌碼，發誓要原地翻盤。我坐咗投保東台，當班女荷官友善打招呼，眉眼似捉我前女友，令我多咗幾分親切感，即刻落注搏殺。我深知大小莊針賠率太低，根本翻唔到大本，專一揀高賠率分數投注。起初每次200蚊硬腎試探，贏咗1000幾蚊之後，心態浮躁，直接加碼500蚊博高賠率為頭。呢時有位川渝針客入座，大手2000蚊一路死壓150倍賠率嘅豹子3。我望住佢執着嘅樣，好似見到當初嘅自己，明知概率極低，依然越輸越賭，死雞撐飯蓋。呢位大佬連止20幾鋪，輸4萬幾蚊一鋪未中，無奈離場。冇幾耐，佢又帶住大額籌碼集返，繼續死磕豹子3。我索性停手旁觀，靜靜睇佢搏殺。我親眼見證佢由滿懷期待到失望不甘，一路加碼一路輸，最後籌碼全數清零，先至萬般不甘咁離場。我以為晦氣散盡，好運降臨，
即刻加碼500蚊壓炮子，3顆頭保針台好似吞馬機器，只入唔出。短短時間，我辛苦揾翻嘅5000蚊血汗錢再次輸清光。以前睇論壇見過一句真話，人走投無路就會鋌而走險，重操舊業。我本唔係多言深重嘅人，但性格執拗，越輸越不服，自制力極差，唔到山窮水盡絕唔會收手休息一晚。心態稍平，我再次去酒店大堂蹲守揾機會。2個鐘入面見過好多單身女客，有出差有旅遊，有專門消遣嘅，亦都有氣質出眾嘅。但我始終冇勇氣上前搭訕。我長時間徘徊張望，舉止異常，引起咗酒店保安注意。我唯有同保安周旋躲閃，偷偷記低幾個房號翻房，逐一打電話詢問服務。接連幾通電話都被禮貌拒絕。正當我無助之際，房間電話突然響起，對方小心翼翼詢問服務是否安全。我耐心解釋打消佢顧慮之後，佢叫我即刻上房推門入房。呢位叫冉冉嘅女客，年輕溫柔，氣質恬靜，冇半點功利感。佢唔想要特殊服務，只係心情鬱結，想揾人傾偈解壓，二話不說俾咗我5000蚊，希望我多留一陣陪佢談心。冉冉係江蘇人，獨自過澳門散心，皆因剛剛同前夫離婚。佢16歲就跟人畢業，冇讀書，10幾年一直居家顧家，從來冇出過社會做嘢。而家30歲，2個細路，跟住前夫生活。佢攞到補償金，卻徹底脫離社會，冇學歷冇經驗啦，前路一片迷茫。講到委屈之處，佢終於含住趴喺我膊頭放聲大哭。我輕輕安撫佢，任由佢宣洩壓抑多年嘅情緒。情緒釋放之後，佢主動抱緊我，吻咗上嚟。我沒分為拉滿，我順勢陪佢分解傷痛。20分鐘之後，冉冉面露釋然笑意。我啱啱整理好衫褲，佢電話就響起。佢溫柔同老公講喺澳門散心，聽日就翻屋企。我當場呆立幾秒，背脊發涼，先知道佢根本冇離婚，只係掹着老公出嚟尋求刺激我，辛辛苦苦勞碌一場，居然只係俾人當工具人。我失魂落魄，跌跌撞撞咁翻到自己房間，望住手上5000蚊，我無限感慨，呢啲錢真係血汗換嚟，極其難揾。想賺翻輸掉嘅30萬，要反復勞碌幾十次，根本唔係長久之計。我暗暗下定決心，絕對唔可以再執落，唔可以再靠呢啲捷徑度休息。大半日恢復精氣神，我又忍不住想去執場搏殺回本，打算老老實實睇路得牌，徹底告別坑人嘅投保玩法。澳門得場日夜不息，永遠熱鬧喧聳，無數人沉迷輸贏刺激，無法自拔。吸取過往教訓，我一揀百家樂得台，認真觀察路牌走勢，見到連續2莊一進、1莊2進嘅規律，大膽預判下一鋪，開莊即刻落注1000蚊莊位。此時一個光頭男攬住女伴入座，同樣睇好莊位，大手落5000蚊重注。我見佢終將跋扈，氣場浮躁，預判佢會破財。喺截注前，火速將籌碼由莊改奸。光頭男見我臨時改注，滿眼嘲樂輕視，開牌莊7點奸9點，我順利贏低一鋪，惹嚟光頭男滿心敵意。我不甘被佢睇小，後續每鋪都同佢反住壓，佢大額落注，我都5000蚊梭哈跟上，這就係一口氣新一鋪。佢重倉壓壓，開局就出8點，贏面極大。我壓莊手牌平平無奇，光頭男得意嘲弄話好運永遠喺佢身上。我大聲吶喊，定牌翻盤，最後開出莊7點，惜敗輸鋪。喺光頭男示意嘅嘲樂聲中，我攞住最後1000蚊籌碼，黯然離場，心裏無比憋屈。短短幾日，我靠身體辛苦揾翻嘅血汗錢，一次次全數輸俾執場。我根本唔係執客，只係周場免費勞工，日日辛苦揾錢，日日輸清，白白透支自己。我行出博彩區，先發覺自己一日未進食，肚過難耐。我揾咗間街邊餐廳落座，抬頭居然撞見之前認識嘅麗姐，年近40嘅麗姐風韻猶存，一身高叉旗袍，盡顯身材，引得旁人頻頻注目。四目相對之後，佢主動坐過嚟同我傾偈，笑言我哋十分有緣。我心生警惕，怕再次被佢搞蟲，唯有生價陪笑應付麗姐，悄悄摸我隻手，眼神曖昧，
明顯暗示想繼續相處，我慌忙縮手避開，靈機一動推脫有約客戶，今日唔得閒陪伴麗姐，滿心唔捨得追問，可唔可以等佢？我再三安撫，下次再陪佢，之後匆匆起身離開，避開佢滿眼不捨嘅目光。離開餐廳一刻，我徹底醒悟，再也唔敢為咗回本去做失蹤。走歪路呢種交易最容易日久生情，泥足深陷，一旦動情走過，日後根本無法抽身，只會害人害己。澳門呢個紙醉金迷嘅地方，困住無數貪心之人，肉體歡愉，輸贏刺激，一旦沉迷就會徹底迷失自我。返酒店途中，我見到猴子攬住長腿女仔等電梯，春風得意，明顯贏咗唔少錢，但我已經半點都唔羨慕佢。世事向來公平，有得有失。佢刀場贏錢就要花錢哄人，我雖然刀錢輸盡，卻有人主動送錢上門，各有各際遇，輸贏得失從來都冇絕對。